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真久无见面，今日个会通斗阵，咱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同心敬拜上帝。牧师的心实在是非常快乐。我咧想讲，其实这段日子是一个超然感恩的日子。咱除了感谢上帝完全的保守以外，嘛爱感谢一寡为着咱的安全、为着咱的健康，伫第一线咧保护咱的人。因付出了真侪时间，用了真侪精神。最近咱开始聚会，除了因为咱开始聚会，但是咱依然爱遵守咱政府的规定，所以咱有真侪限制，可能会造成一寡无方便的所在。但是牧师请大家一定爱思考，因为这是保护家己、保护别人。咱今仔日伫台湾这个所在，也会当实体的聚会。咱来理解，这毋是自然而然的，是一大群人做了真大的牺牲，牺牲因的假期，用尽因的气力来保护咱，以及咱台湾人全民做伙来合作，配合政府所讲的这个方式，所以咱才有今仔日的这个成果。所以咱毋通抓做伊是自然而然，所以咱一定要做好咱家己，保护咱家己。互咱毋通食做迄个破壳，这是牧师首先要甲大家分享的。咱今仔日所要分享的题目是第6届毋通杀死人，毋通杀人。检猜咱大多数的人拢讲牧师你讲即讲要创啥阮大多数的人应该拢袂犯即条罪啦但是即个改变咱若详细来思考，依然有真深的信仰意义。牧师要承认这篇讲道片是我写过上界辛苦的一篇讲道片我望恁听起来袂真辛苦伫分享之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引带阮来到你的面前，透过你的话语，要成做阮生命的帮助。主，阮恳求你帮助阮，将阮心灵的目睭拍开，会当注心伫你的话语。也修饰阮智慧，会通了解你的话语，而且互阮有信心听信，将你的话语实践出来，来荣光你的性命。阮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伫去年7月份，咱台湾有发生一个凶杀案件，大家应该拢真清楚就是有一个这思觉失调的视觉失调的患者。伊去坐火车，中途可能发病，这警察要去阻止伊，所以这警察煞叫伊杀死。伫几礼拜之前一审的判决出来，因为这个人因为精神的问题被判无罪，但是附带条件就是爱监护5档。这个消息一出来了。有真侪人，有真侪无共款的讨论。我知影有真侪人拢无法度接受这个无罪的判决。有一寡人会认为讲，杀人就是爱赔命，无判伊死刑已经袂得过啊，竟然阁判无罪。但是有一寡人嘛认为讲，因为这个人是伫患病的情形，伊精神无稳定的下面犯了杀人罪，毋是伊家己愿意，所以判做无罪是应该。有一寡人认为讲，这种判决会引起社会的惊吓，大家感觉台湾的社会是无安全的。当然有一寡人嘛呼吁讲，无应该污名化这视觉失调的患者。所以有真侪社会有真侪讨论，有真侪无共款的反应。当然，咱今仔毋是要讨论这个议题，但是咱知杀人这件代志确实是一个真严重，会危害社会特殊的一件代志。咱今仔是要对圣经来看，上帝所颁布这个诫命。咱来看杀人这件代志，而且咱要来看，咱要哪运用这个毋通杀死人这条诫命。伫进入主题之前，牧师要先甲大家来面对2个真重要的问题。这2个重要的问题，牧师想真久今仔甲大家先来分享，咱先来澄清这2个问题。就是咱讲毋通杀死人，但是咱伫圣经中间
看去上帝敢用杀死袂少人，而且以色列人有时去征讨一寡民族，上帝是爱因将伊完全消灭，这是咱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讲，毋通杀死人，为什么伫旧约的律法中间会有死刑这件代志？咱爱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毋通杀死人，为什么伫圣经中间咱看上帝杀死真侪人？上介简单的例，就是拿阿的大水。拿阿的大水，上帝用这个大水灭尽地面上一切人类，只留了这个拿阿一家人。这是上介明显的例。过来，咱前一站咧读这个每日亮光咧读这个约书亚记，咧读士师记，咱看中间有真侪三祭烧台的代志发生，而且有真侪拢是奉上帝的名去杀真侪外邦人。我举一个这个经文给大家看，伫申命记第7章第1节到第2节。这段经文安尼讲：上主恁的上帝要带恁进入恁要占领的土地，伊要赶出一寡民族。恁往前推进的时阵，伊要赶出7个比恁较强大的民族，就是赫人、吉加撒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比人、亚布斯人。上主恁的上帝要将这民族交予恁，恁来拍败伊。而且咱要注意这段彻底消灭因，袂当怜悯，就才甲因结约。咱看这段，然后以色列人就照安尼去做。咱看见着这段，有时咱真困难明白讲，为什么上帝要赶尽杀绝这7个国的百姓？袂当杀死人，毋是改变吗？为什么佮爱以色列人去杀死这个人？如果咱若真用心去看圣经其实圣经有互咱一个答案。咱若对这圣经中间去找答案，咱会当检查咱安尼回答。圣经当然讲，上帝是一个无快快生气、不轻易发怒的上帝，是无凊彩杀死人的。伊对罪人总是充满了宽容，但是咱要明白，宽容是对罪人的宽容，但是有一天的确要审判。时间若满，上帝嘛会审判。这咱的理解。如果咱若查考圣经伫创世纪15章13节到16节。上帝对亚伯拉罕安尼讲，咧讲伊以后会拄着的代志，伊的子孙会拄着的代志。上帝对伊讲：，你会较实在，你的后代要流落异乡，被人掳的，被人虐待400冬。这是讲以色列人伊会去埃及，也做奴才400冬。但是我一定要处罚奴役因迄个国家，这是埃及。因离开遐的时阵，爱带真侪财物出来，轮到你，你会享长岁寿，平安离开世间。入土安葬，但是过了4代了后，你的子孙才会回来这个应允的地啦，迦南地。因为我要听候阿摩利人罪恶惯满，的确处罚伊的时阵才赶走因。咱若看这段经文咱就知影讲，上帝其实有一个计划，伊要刑罚迦南人，是要听候因罪恶惯满，就是讲，伊毋是马当一个人犯罪，伊无马上来处罚。伊互伊有机会去悔改，上帝互因400冬，400冬的时间无悔改，反倒等是罪恶惯满，所以上帝借着以色列人的手来行公义，去除罪恶。这人讲上帝有容允、有宽容罪人，但是最后一定有审判。虽然是安尼啦，咱对圣经得到这款的答案，但是我心肝犹原真困难接受啦。为什么一个主爱的上帝会遐尼残忍，爱以色列人毁灭这个民族？我真正想真久真正无答案。我心内咧想，其实咱伫信仰的过程中间有真侪咱真正无清楚的代志。我心肝咧想，有一天我若去上帝遐我有真侪问题要问伊这第一条啦。但是我嘛甲上帝讲毋免遐早知影啦我毋是真紧想要知影答案搁我留咧服侍几冬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既然袂当杀死人，为什么律法中间旧约的律法中间有死刑？有即款条例，伫律法的条例中间必须要处死刑。既然袂当杀人，为什么佮允准公权力去杀人？其实咱若详细去研究即个10条界第6条，袂当杀死人，看起来真简单，伊实际的牵涉的范围真宽。用上界严格的定义来看，这条界面，伊讲的杀人是啥物货？就是谋杀。谋杀意思就是讲，犯罪杀人的人，伊是有故意的犯意甲具体的行为。意思是讲，这人是存心，伊有计划要夺出别人的性命。所以，因为伊是家己存心的，有计划，是故意的，所以伊必须要负起责任，伊要用命来赔命，这是为着公平正义啊。如果有人害死别人，是因为过失，是因为无说理。虽然是害死别人，这款的行为是小共，但是因为伊毋是故意的，伫律法中间有无共款的处罚。咱若转去咱会当详细看出埃及记21章，这中间有将这代志写得真清楚。伊大概分做4类啦，咱今日无时间看，但是咱简单来看，就是谋杀。谋杀的确爱处死，若过失杀人，还是讲处理饲牛去人毒死，这就是有处理的方法。第4项就是允准公权力对某一寡罪犯执行死刑，这是关系这个故意甲过失杀人的条例。咱若去来整理详细来查考，咱发觉讲，这个条例伊立法的目的甲原则就是在第4字，为着公平正义啦。为着公平正义，比如讲故意谋杀的人，咱拄则讲过，故意被人杀死的，这的确爱处死。但是若无说理的，圣经内底有例啦，讲，比如讲你甲你的厝边做伙去破查，你破到一半，无说理，这个捕头煞飞出去，把这个厝边拍死，这个时阵你毋是故意的，所以。圣经中间有一个方式，就是讲，你要赶紧逃走，因为可能伊的厝内底的人会来报仇嘛。你要赶紧逃走，走去到一个城，这个城叫做逃城，还是讲叫做庇护城。你走去迄个城了，你得当接受公开公平的审判。因为伊毋是故意，伊会当伸冤。所以这个圣经中间定这个法律的目的，就是要达到这个公平正义。为什么要达到公平正义？就是避免更较大的家族战争。所以圣经中间讲，以命赔命，以眼赔还眼，以牙还牙，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讲避免迄大规模的凶杀啊。譬如讲，我今仔日我生气，甲一个人是冤家相拍，将人的喙齿拍一支起来，安尼，伊可能伊的亲戚朋友会真生气来找我报仇嘛。报仇总是袂当拍一支喙齿尔嘛，可能一排喙齿拢会拍了了。我的亲戚朋友嘛生气，就搁去报仇。可能双方安尼报来报去，就无完无了。所以咱来理解就讲，为着避免这个家族性的战争、族群中间的战争，所以定这律法：以命赔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将你一支喙齿拍掉，我就还你一支喙齿。这就是旧约律法，为着要达到迄公平正义的原则所立的。所以对伫咱头前所讲的这两个问题，咱整理一个原则，就是上帝定这的律法，也是讲上帝爱以色列人，用伊的名去杀死人，是要宣传公平正义啦。为什么要宣传公平正义？因为第一项，上帝爱以色列人去招灭这外族。是要处理罪恶的代志，是要满足上帝的公义。第二个问题，律法中间的死刑也是为着公平正义的彰显。所以对这咱会当得到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咱应当爱赶紧来悔改，得撇死罪。咱来明白，今仔如果照律法、照上帝的审判，咱每一个拢是罪人啦。咱拢难得死罪，但是感谢上帝，借着耶稣基督，
咱得到永远我的愿望。这款的恩典，请大家一定要珍惜，而且借着信心来接受。第二项的信息，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咱今日伫台湾，这会不会死哈？死刑敢要废掉哈？因为咱台湾是一个有死刑的国家嘛，到底要敢要将死刑废掉？有人支持嘛？有人反对？我相信咱在座的兄弟姊妹，大家拢有大家无同款的看法，正面甲倒面，两方面的意见拢有道理。但是牧师爱大家明白，死刑是一种极端的刑罚，一旦执行了，就无法度恢复。你将一个人大家判死刑，执行了，你无法度叫伊去活起来。要将这么重要的决定交伫有可能犯错的人身上，咱毋通想讲法官拢未犯错呢？咱毋通想讲检察官咧收集证据拢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咱交互有可能犯错的人身上，咱都爱真慎重，需要深深来思考。这拢会当讨论，但总是这件代志是个严肃的代志，咱需要深深来思考。咱想过这两个问题了，咱接续两个信息吼，就是咱来将迄个焦点放伫今仔日的咱安怎守这条诫命。第一项，我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咱咧讲第6条诫，袂通杀死人的同时，咱先爱去思考讲，到底是什么是产生杀死人的原因？为什么产生故意杀死人的事件？通常是因为人的心被万分所控制所产生的。所以要杜灭这个邪恶的害人的动机，咱就要对咱的内心开始来做起。咱对圣经的例来。内底咱会当看到，第一个杀人的事件是啥物样？就是该隐杀死伊的兄弟亚伯。该隐为什么杀死亚伯？因为怨妒生气嘛。圣经同伊讲，该隐看到伊的亲小弟亚伯，伊的献祭得到上帝的欢喜，伊家己献的上帝无欢喜，所以伊就大大生气。所以伊就埋了伊要害伊的小弟的这动机。所以该隐杀人的动机，就是因为怨妒、怨愤所产生的。咱看到今仔日其实是真济社会中间的事件，为什么会发生这杀人的凶杀案件？有大多数拢是因为怨愤啊，拢是因为怨愤，还是嫉妒所产生的。所以，咱要面对这咱就爱第一项就是咱先爱除去怨愤的意念。而且咱来看。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咱今日所读的第2段经文。耶稣讲：“恁听过古早人捌禁戒，袂当杀死人，杀死人应该受裁判。但是我来恁讲，兄弟生气的，也应该爱受裁判。骂兄弟做废物的，爱去法庭；骂兄弟做愚妄的人，爱逃袂了地狱的火刑。”耶稣基督深深明白。因为怨愤所产生的生气是杀人的根源，因为内心的怨愤，所以递到咱杀人。所以面对根本的原因，才是解决的方法。耶稣同咱讲生气咱要好好啊控制，亲像保罗所讲的，生气毋通犯罪，毋通生气到日落，也毋通打魔鬼留空芳。意思是讲。人生气，这是咱人的本性，人拢会生气。耶稣嘛捌生气，但总是生气了爱控制，爱准则。用现代话来讲，就是讲 EQ 一定爱好啦，毋通生气先拄起生气，毋通互生气所赢。但是咱要理解耶稣的教训毋是到这尔，伊阁进一步同咱讲爱用疼赢过怨愤。伊要求咱用疼赢过怨愤。耶稣同因讲，只是我同因讲，爱听恁的对敌，为着迄个迫害恁的祈祷。听对敌是耶稣的教训中间上界宝贵的部分。耶稣伫遮毋是咧讲公平正义啦，耶稣已经超越迄个公平正义，伊是咧讲真正解决的方法。可能咱有时用咱有限的智慧，真困难去理解讲。
耶稣即款对待对待的方式，敢有下伫咱的人性？咱人性无可能安尼，咱拢是万分对等嘛，听咱的亲人嘛。但是咱若详细来看，咱会发现耶稣基督的教训虽然真困难达到，但是这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你万分你用万分，你想要去伤害对待你的人，其实往往家己受的伤害更加深。而且耶稣不但安尼教，伊同时也安尼做。伊为着所有迫害伊的万分伊的罪人来死，而且死伫十字架顶。这是耶稣基督亲自示范伊所讲的话。咱所讲的这第二点这是消极的方法。咱接下来看积极的，就是第三个信息。袂通杀死人的律法，除了消极的无伤害生命以外，伊还有伊的积极面，就是对生命的尊重。生命为什么值得尊重？对基督教的信仰传统来看，人的生命是神圣的，因为生命是对上帝来的嘛。人是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上帝是一切生命的源头。这种经验，互咱三个真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对咱家己，咱毋通浪费，爱熬用咱的恩赐。人的生命是上帝的恩赐，每一个生命拢是上帝予咱的，所以每一个生命拢爱向上帝存心存感谢，而且明白咱生命的所有权是属于上帝。咱无咱的生命的所有权别人嘛无咱的生命的所有权。人拥有的只是使用权甲管理权尔，使用上帝予咱的生命，所以人理所当然爱运用上帝予你的生命，好好来管理，好好来使用，予人得到利益，予本身得到利益，也予上帝得到荣耀。所以伫这款的情形下面，你浪费你的生命，甚至伤害家己的生命，这拢是上帝无欢喜的。咱爱倒边来做。爱好好来用上帝的，予咱的恩赐，咱来去发展。上帝予你什么款的恩赐，你就好好去发展，来荣光上帝，来利益众人。这是对咱家己。对其他的人，咱来理解。既然生命是上帝所创造，反映上帝神圣的形象，所以无任何人会当去伤害别人。咱来明白，所有的人拢是平等的，别因为这个人好嘢，这个人善。这人地位悬，这人地位低，还是讲这人较聪明，较无聪明，袂因为安尼，所有的生命伫上帝眼中拢是宝贵的，拢无差别。人的价值是毋是对别人来决定，是上帝看做宝贝。所以咱知影，即马世界有一个普世的价值，就是对着种族袂当歧视，歧视、种族歧视拢是违反上帝的诫命。咱看去伫人类的历史中间。因为种族的歧视，造成了偌尔啊悲惨的代志。希特勒因为人种的歧视，杀死数百万的犹太人。也是讲伫其他国家有一寡对有色的、肤色的人有歧视，造成真大的悲剧。这拢是咱应该爱警醒的。对别人，咱来理解伊是尊贵的，爱平等对待。最后一项。袂当杀死人的原文比较较正确的翻译是袂当杀害啦，因为这个杀的后壁无受词袂当杀害的范围就比袂当杀死人的范围搁来较宽。咱来知上帝创造人，搁创造万物，伊互人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参与上帝的创造，来有效来管理万物。所以咱应该爱做一个好的管家，对咱徛起的环境。以及甲咱三甲生活的万物，都应该爱珍惜保护。所以，咱对这个第6条诫袂当杀死人，咱来演示伊积极的意义，就是对家己爱好好运用恩赐，对别人爱平等对待，对万物爱珍惜保护。愿今仔日信息真对咱所有的人会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愿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互阮真实明白，袂当杀死人真实的意思。主啊，这条诫命帮助阮，会当互相用疼彼此款待，
用听去赢过迄个怨恨，会当积极使用阮的生命来延长你的性命，对别人互相尊重，对万米珍惜照顾。求主帮助阮，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延长你的性命。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